开始将地上的行3之公里前到1之公，2之公，3之公，温到1之公，再之公，3之公。今天是石碑前到1之公，温到1之公，平时晚安。咱助理，咱各位家人，副家人，还有咱各位所长、各位前辈大家，大家晚安。先望上天慈悲，祖师洪慈。头前的五大圣，咱义修大圣担任大姐，咱提前领导。今日咱有这个机会，咱大家互相来强烈，咱求无尽，不管呢寿有在先啦吼，咱有感满意的吼，去讲话，甲伊清楚吼，有了后咱各位有听的吼，咱就金融经从讲到第21分来吼，咱21分当然咱知影，11分到了23分，这段当中，拢讲咱行，行就是讲你要去面对着物件，敢若讲起来，你要去行过物件，毋是惊了解，毋是惊相信相信来了解，叫做情感艺术，来就叫你爱真正行过。那咱今仔行过，基本上来讲起来，伫金风经伫第17分到23分，面对着即件内底当中，基本上来讲起来，咱要行过，我相信无一个行过。因为怎讲？因为你面对着这物件，你讲咱文法也袂使执着，说法也袂使执着，甚至当中呢，咱今日也要执不俗，也袂使看不俗，即两种袂当执着。敢若讲起来，这讲入去到，会使讲即个面对着一切佛界内底当中，拢会使起心动念，敢若讲就是安尼。那因为今日伊21分，因为伊头一个就是讲说法非说所说分，这个问题就是讲，什么叫做非说？什么叫做所说？伊这个袂讲一个物件，非说就是讲袂讲一个物件，所说就是讲明着法讲，安尼敢若讲，袂讲是特用来讲一个物件，但是讲出来物件，咱今仔日只嘛，伊不是对的。所以呢，这是真正难讲，要参照金风经，参照经头一句话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会当讲的道，迄毋是道，毋是常理不变的道，迄毋是道。名会当讲的名，迄毋是会当常理不变的名，迄种叫方便的名。所以今日入了所有的名，拢总是咱方便甲对的。比如讲，咱去作者，社会人来讲，咱食素食，是都爱怎讲？爱个学一个素鸡，学一个素饼，学一个素鱼，学一个素哪货。恁的时阵食菜，食菜，趁着一个鱼，一个鸡，一个鸭，一个饼，安尼啦所以今日伊毋知讲要无即个名一请，要无见即个名一请，因为咱人为着方便，甲叫一只叫做鸡，所以怎啊号这只鸡？叫一个古来一只变鸡，即只变鸡，但是咱可能即只敢是鸡，这是一个方便的名来敢是鸡。然后下当讲的鸡，迄拢毋是方便的。迄拢毋是真正迄个鸡，当然，伊咱今日
非说所说，就是讲你形一个形象起来，你有一个形象，我一定要有一个名，甲你合这名。啊，你若无一个形象，啊，我就袂讲。但是因为咱今日讲的到这个赞助，就是讲，因为道本来就袂当讲物件，你要讲到自性，这个物件讲物件。但是我非说，这袂当讲物件，但是我讲不中，我就甲讲出来，说说。这个道理就是咁个。啊，这个道理不嘛是真无难讲。我俩说文字，啊，说一间说人就一个文字。啊，我若要说文字，啊，说人就生死的体。所以今日咱学到这个赞助，尤其这个大乘法的内底当中，咱要讲离这个讲说法、听法者甲说法者，来去执着法，咱甲想法看。那以咱这目前中咱有几个佛法的众生只有几个，但是人不敢讲。人不敢讲，何有众生？后未来世，文说是法，该生信心。伊个是我来讲，众生即为众生，是名众生，即换不着讲是当中。因为咱讲，那你不当时的迄个离开了世间，迄个时阵，迄个前500年，要得到佛法的人，要信佛法的人，当然迄阵当中叫做哪解脱死，迄个佛较高。但是伊只要讲，何有众生，万法的众生，甚至讲文说是说，言行是实，文说是法，言行是实。问题这个法敢袂当成立这个信心，因为后壁这道的固定。所以伊佛就讲，众生即为众生是众生，咱会讲到对啥？但是伊这段话，就先要甲你讲，文法袂使自法，说法者嘛袂使自法。就简单讲明，咱今日来讲话咧讲，但是因为这个法是方便，互你了解。但是你这个法内底当中，我来讲无好法无歹，因为咱上好处的法无有下应该，要无关键，要无贵贱应该适宜，法无高下应咱众生的需要。所以咱不但来讲叫做应机道教，应机道教，应着你众生的机来引导。比如说咱今日，咱中国，而且这人民，咱中国伊较学的法，会较属于大乘法。你离东南亚，伊是较属于小乘法。但是你讲你离东南亚，你用大乘法你甲讲，因为你讲听会捌，嘛咱嘛讲无啦，嘛是真少。但是因为你讲到中国即地，你若讲小乘法会接受。但是因为你毕竟无下游考虑，所以咱即马目前要去到中国大陆，大家拢提出来做讲去讲。所以因为迄个当中伊就接受，所以因为今日若要甲讲起来，即段话就甲你讲到讲，无法者袂使做，说法者袂使做。所以头先甲你讲，能说法的人袂使起着即种因为这个经文经讲到这个正是不俗爱康人，不俗爱康人。伊来咱讲，咱20分就讲起嘛。这个离色离相分嘛，离色离相分，咱迄阵第20分就讲起啊。离色离相分，咱要讲一个讲，或者32相，或者几种好，叫做或者主相嘛。离色就是讲或者色心嘛。清净发心嘛，王法过心嘛，1800年化心嘛，因为佛这个是30佛，所以因为30佛，无论离佛以32相，无论佛佛的诸法相，无论佛的30佛，拢总袂使做。结果就是啥物啊？凡所有相，拢毋是实相。
所以讲到平方面即回来，讲啊清简单单，哦，来特地甲你切甲清气淡淡，但是咱即摆听较少，咱虽然不甲伊讲啊折扣，但是咱爱起迄个执着念头的，当然，真正咱倒心夹来，咱即个执性，咱即个个性，咱即个习性。因为你讲一时要去除了所谓的一切上自我上拢足重要的，即个爱用功夫。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毋是有困难，是咱家己本来咱的习作用。因为这习到心结来，咱拢一个理念，一个理念。所以呢，咱讲执着愈重，就代表咱的习性愈开。那习性愈开，你愈要受苦法愈开心。因为咱讲，佛法的物件是一定要受到无明的，受到无明的，就反正一切物件，袂使小心。虽然，但你虽然讲我都听甲会顺，所以空性来讲，逆顺，像咱逆顺，我识而逆顺我识而知天命，我识略识而逆顺，识而将心所欲分入去。甲略识而逆顺，但咱真听会顺袂？到即个意境来就是讲，我听着我袂执着，我有听，但是我无执着咩？执着双者甲听者，无执着这两者。因为咱讲，因为入流一直到无所已经。入流啦，我有入流，但是无所就是我无执着迄个法。甲你讲起来，迄个物件，你到内底，虽然你有听这法，但是你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到这个意境。换一个解释讲就是，你甲意境来就是已经达到入息意境，迄个将心所有问题，迄种已经达到成了菩萨的意境啦，就咱即个经典来讲。讲到菩萨，到无菩萨，到大菩萨已经，但是咱真目前种问题众生，咱真对一个有法度达到大菩萨已经来甲算起来了这是嘛诚少，咱嘛袂使讲诚少啦其实，迄个识转过了后，非转过了后，识啊后起来，你着叫做选识身体，你着已经变了。是因为咱的力量叫压掉，叫识实所以咱合就是开始咧一直背。忽然心开悟解就是迄个体验忽然豁然的忽然心开悟解，但所讲咧讲嘛，你心开悟解，迄个已经忽然体验所以就到迄个体验，所以毋是困难，但是目前中爱要用功夫就对啦所以这段就咧甲你讲，无者、文者心袂使做，所者心嘛袂使做，因为头前你来讲，佛像也袂使做嘛，到这来就一定爱啦，就是咱佛像爱做，佛像爱下调的佛像嘛袂使做起来所以爱强调的时阵所以咱学法的人上惊啦，众生相众生相不空。众生上，你来了解一句话，众生上叫做众生分别相。咱嘛听着迄众生就来解释，这个以换一个名词叫做分别相。众生叫做分别啦叫做分别有分别就理嘛，有分别就执着嘛，受者上叫做执着。所以咱听起，伊拢用着一个名词，甲伊做一个比喻。咱嘛听，众生来个啦，众生就是对着众生俩众生是分的，或是众生的，敢是安尼？因为你若要执着，你若有分别就要执着，你就不难。你就是众生就是分别嘛，交计较嘛，交比较嘛，因为分别就计较比较，比较了后，计较甲比较，因为心就会清净嘛，是叫做众生嘛。所以众生叫做众念众生嘛众念重生，因道理就是安尼讲。所以你若看到众生相，你讲哇，什么叫做众生相？迄个众生相是一个名称，伊叫做哪？叫做分别，
分别计较比较，这个叫众生啦吼。修正，听着修正，咱解释一个叫做正教。哦，伊哋虽然是修会修修，咱做者个指望，无了解什么叫修正术。啊，个修正术，伊佛用的修正术来做，比如讲，修咱面对着咱的会修，面对着咱的生命，咱人是正教。就我想讲的，哦，我今日身体好好，去到医检查，甲看一个什么物件，哇，惊死啊！真你会惊，因为你无通出差，所以就讲啦，讲啦，这个叫山这山崩以前啊，不该熄灭嘛。泰山。哦，泰山崩以这个就是讲，因为泰山崩了了后，对你个人来讲嘅，连加一点啊，恐怖都无。迄个境界就是，你已经无离你已经无离生甲死嘅两个。无有一个我咧生，啊无有一个我咧死。甲你讲生死对你讲嘅完全迄个一致啦。哦，它是泰山崩以前啦吼，无因为今日去看到个物件，你家己来紧张，这就是来讲已经达到生死一致。所以呢，伊就讲，你要达到生死一致，你按定思想来看，法定思想来看，所以金刚经的地人讲，你来看入七处上，叫做按定思想来看。用出发上叫做特定思想来看，迄就人讲啦，你迄人讲嘅，所以后壁一直咧延伸，这个物件，你一直讲，一直来比如，即摆你过去来用我甲你讲，即摆用必上、心上甲你讲，一直甲你比如了，凡所有相，拢总因为伊拢无实相，所以这种就爱通啦所以咱今日学法，爱文法、文法，就是要讲文法。但是你碰到这，毋是遐尔简单的。虽是讲叫你这个佛像甲法像拢爱通，但是咱我早头讲，这个清净伊这个法身，佮参照一个大环境，这个大环境，佮一个行，这个行，咱行咱的上已经因为这个行，咱离开这个行内底不离，但是这个行内底当中呢，都有两个相，第一相叫做佛相，第二法相。就是简单讲的，咱用着透本，头一下顿顿的，迄个行会模糊边但是你迄个叫做甲解释叫做佛相，但是你咧用着一个碰本甲断入嘅，迄叫做法相。就简单讲，即个台湾囝儿去互这两个碰本甲碰本物件，即个行会清楚嘅，我相信会清楚。但是你若有法度通把即个台湾囝，你甲切落先去，这个忽然心开放大，就是你甲切进去了后，迄个台湾囝伊情形显露出来。所以呢，伊就用这个来比喻，就讲你甲碰面迄个碰面内底，但是伊当中呢是叫做佛像，叫法相，这种讲叫做污染啦这个台湾囝完全是无清净啦所以咱今日最主要。讲到有这21分啦，21分就用空，是要来讲这个说法，说法的迄个自觉啦，安全这个真心啦咱今日就本文，即俺们当中本文啦咱我讲一遍，咱来念一遍苏菩提，你不为如来作是念。你不为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可以可。若因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报佛。不能该我所说的。苏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头一段的讲文是咧讲这个物件。讲这个物件，就是佛用这个苏菩提讲啦因为苏菩提这句话就是佛对苏菩提这个叫当事者讲这句话。其实佛对苏菩提讲这句话，
基本上是对数学的，但是嘛是对1250人这人来讲，咱讲是个道理啦吼。啊，所以嚟讲数学题啊，叫做数学题，你无为如来作事啊。你毋通因为我如来，我是徛伫来作事了，我这个如来有这个念头，安就对啦吼。你毋通因为讲我有这个念头，咱讲起来，咱是个消费解义啦吼。啊，这个不，你毋通这个是我讲有所说，你毋通有这个念头，你无为如来作事了，你认为我这个如来有这个念头，我咧说法。这句你听有无？敢听有？这个话就是数学的，叫啥数学的？你无为如来作事，你毋通认为我当作如来啦吼，你毋通我家己我这个如来作事业，我有这个念头啦，作事业就我有这个念头啦。当比如说，我有这个念头，我即个说互恁听，敢听有意思？这句话应该就对啦吼。无作事业，你毋通这个念头，何以讲？用人言如来的说法，你若认为我如来，我这个念头的说法吼，你就是诽谤我，你就是诽谤。咁听有意思？是安怎讲？因为讲不能解我所说法，恁无了解我咧讲法，我咧说法的这个理对的意义啦。甲咱讲起来，恁听无我咧说法，恁无了解我如来咧说法。基本上来讲起来，有定上我如来咧讲法，恁就听无咧。何况你才了解我咧说什么法，甲咱讲就是安尼啦吼。数学题所者如何说？是名说法，这有三个道理。说法者叫做言气，安尼敢听有？言气，言气就是哪呢？就是因缘所生法。今日咱而家说法就是因缘所生法，而且讲课。言气成空，但是我是无说所说分，迄个无说就是讲无讲过袂使，要讲过袂使，是这个袂使，这个讲出来物件就走作这个，但是无因为伊咱去，我若要讲，可能大家唔所说，因为这袂使讲的物件，但是我无讲过袂使，跟你讲起来，咱今日食感冒药好无？食感冒药是唔好的，无恁无病，你甲食感冒药干嘛？叫做无说。所说是安怎你爱食感冒药？因为我是咧破病，无食感冒药就袂使。我是咧感冒袂食感冒药袂使。无你无食，你看你会好。这嘛是安尼做比喻，应该听有啦吼。因为用法来做安尼比喻，无说所说，就是讲今日咱好人都拢免食药啊，但是因为我是个感冒，我是个破病，咱未卖众生，就是顶有破病，就顶有感冒现象啦。所以因为恁今日无这感冒药袂使啦，安尼咁听，恁今日无听这法袂使，这法是以未卖众生说。但是你已经感冒了，你就免听这话。就跟人讲，你感冒了好，你就免去食这药啦。这个意思就是咁样啦。所以所者无去说，所者因为这句话应该是以过去咧讲，所者这位说法是名说法智慧啦。但是咱佛陀这个智慧即摆解释较简单的，叫做无去说，咱直接咧听较清楚啦吼。透一个法人说，法是方便说，是因众生需要而说，法有定法嘛吼，所以叫做言气，来呢清净，言气成空。你言气虽然因缘所生法，但是我只互恁了后，你要做清楚，你爱做清楚，唔通这法，都甲你执，你嘛要执我的说法，无到这是难做。所以咱讲安怎？言气成空，安尼叫做，若你头前迄句话来讲安怎？叫做假地，这个真地、假地甲中道假地，是名说法，叫做中道第一地啦吼。那上帝的道学讲是安尼啦吼。
所以因为这一点我们过来变化吼，啊，若无了解咱豆豆，当得来做一了解吼。啊，所以呢，因为即开始讲所有的你有来做实验，我说咱把这，因为我采用，因为把这个内容啊用足紧的物件，来讲一个大概一个方向。啊，因为这个个你有来做实验，我当有说法，吼，佛加师傅来开始讲。说法袂使直接是啦吼，伊即是道理啦吼。恁毋通恁毋通安尼讲，如来做这个，我如来有做这个实验啦吼。哦，我如来这个生，这个有生的这个心生动念啦吼，动念这物件，我已经成佛啦，我应当说法，为什么？成佛应当说法，因为在因地顶来发展这个愿啦吼。所以呢，咱要成佛，第一个就是福缘，还有六足尊啦吼。因此当中呢，咱有法通成佛成菩萨。但是因为咱知影就是阿罗汉，咱讲过阿罗汉。那阿罗汉因为伊是足奇怪，伊是伊得到道了后，因为伊捌着法了后，伊就讲，咱道中嘛出世阿罗汉，我咱道中嘛出世阿罗汉，先啊，咱道中得到了后。因为伊身体清好了，咱道场再见了，拢袂要相处。但是我了解足济啊，我了解足济，所以我迄日去讲课啦吼。因为我过去我伫学校有一个，咁我嘛讲啥物人，讲啥物人歹势吼。赵老师伫咧弄的吼，拄则拢会甲考评比准吼。啊，所以我平时吼，你嘛我袂考咧，赵老师你嘛甲考评问题，考评拢来闹久。啊，无啥关系上。你啊，拢无这，你啊，拢无经过小